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6月10號。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嘅內容會講下一啲老美嘅禁令有啲咩人得益呢？任天堂嘅消息啦，同埋一啲電話嘅消息啦。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唔阻大家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老美總統特朗普咧，經常講呢個嘅說話就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起嚟。同時咧，特朗普咧亦都做好多嘅禁令啦，即係對中國嘅禁令啦。呢一啲嘅禁令其實可以令到乜嘢人去再次偉大起嚟呢？當然暫時就唔會係美國先啦。老王嗰間 NVIDIA 呢間公司呢，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啦，亦都經常俾特朗普搞事，即係搞到啲什麼晶片啊，搞到去唔到中國啦。而呢間 NVIDIA 嘅首席科學家 Bill Daley 喺6月2號表示呢，美國對中國實施嘅人工智能嘅出口管制禁令，反而係俾中國獲得好大嘅發展空間。過去幫 NVIDIA 寫程式嘅中國研究人員，而家呢都好多都過咗去華為度做嘢，去做呢個研發 AI。而呢個嘅Bill Daley 亦都表示，美國對中國實施嘅出口管制禁令呢，禁止出口高技術嘅晶片同技術到中國，反而讓中國獲得好大嘅發展空間，搶佔咗 AI 研究嘅高端人才。而Bill Daley 亦都指出雖然中國佔據全球 AI 硬體嘅佔比呢，仍然都比唔上美國，但係就已經掌握住 AI 嘅人才啊！如果唔係老美特朗普嘅管制呢，亦都唔會逼到華為咁快速嘅成長。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呢次嘅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變成咗讓中國更加偉大呢？跟住落嚟就講下任天堂嗰部 Switch 2啦。呢部機呢已經開賣咗3幾日啦，唔知大家有冇入到手呢？任天堂呢亦都不忘呢，就溫馨提示下買咗機或者準備買機嘅玩家呢，正確玩 Switch 2嘅方式啊。但係呢一行嘅溫馨提示呢，其實有好多人呢都忽略咗嘅。任天堂呢次嘅提示就係提醒咁多位 Switch 嘅玩家、準玩家都好，千祈唔好搣咗覆蓋喺主機屏幕上面嘅保護貼，因為呢一塊嘅保護貼呢，就可以防止 Switch 2面板爆裂嗰陣時呢，佢嘅熒幕呢就散到成地係啊。咁至於點解佢會爆裂就唔估計啦，即係跌好還是質量問題定係點樣樣呢？唔多講。因此呢，任天堂就強烈呼籲用家喺任何情況下都唔可以搣咗塊保護貼。其實呢一個提示呢，任天堂喺初代嘅小廚嘅系列都有咁嘅提醒嘅，品牌亦都會推出呢個嘅 Switch 2專用嘅保護貼嘅，話俾玩家有需要嗰時購買，當中就會同 Switch 2嘅官方便攜包就一併去售出嘅。就賣緊178蚊官方售價，咁大家會唔會買官方正貨啊？還是上淘寶淘翻個落嚟加多個 mon 貼呢？咁就大家自己諗啦。始終唔係官方就未必有官方嘅保障啊。同埋呢，亦都有啲搞笑嘢嘅，就話俾部釘書機將嗰張買貨單呢一釘拍落個盒度呢，就拍花咗、拍凹咗嗰個嘅屏幕啊！咁大家有冇試過咁嘅情況呢？而家跟住落嚟呢，就講下啲手機嘅消息啦，主要係 Android 機啊。而家嘅手機拍攝呢，越嚟越靚，動不動都1億聲像素、1億2億像素啊，即係 Samsung 啊、小米呢啲都經常有噶啦。
中國有一堆嘅手機品牌呢，就研究緊一啲點樣解決呢個嘅光學嘅問題呢，就去提升翻，令到可以拍攝得更加之靚嘅。近期 Vivo 呢就推出咗一個攝影旗艦 X28 Ultra 嘅手機，佢嘅賣點呢就係可以加配一支可以拆嘅蔡司2.35倍嘅長焦距鏡頭，而 Vivo 推動手機外置嘅鏡頭方案好似好成功之後呢，側邊嘅其他牌子手機呢就分別測試呢一個嘅方案喎。根據國內爆料達人數碼閒聊站嘅透露呢，而家華為、OPPO、Vivo 同小米呢都各自測試緊呢一個嘅外掛嘅鏡頭方案啊。當中爆料人回應網友嘅提問嗰陣時呢，國家測試嘅方案當中呢 Vivo 嘅設計就比較好應用嘅。不過咧，喺提及兼容性嘅問題嗰陣時，大家就似乎仍然喺旗艦獨有嘅功能多啲啊。而 Vivo 而家嘅外掛鏡頭方案呢，就要喺專屬機殼上面呢，就要駁上一個嘅接環先至可以安裝到呢個嘅鏡頭啊。唔知大家對手機都可以換鏡頭嚟影相，即係好似部單反啊、微反咁樣可以換鏡頭嘅玩法點樣睇呢？唔知大家會唔會整翻部嚟玩下研究下呢？跟住落嚟講一啲蘋果嘅消息啦。蘋果有傳呢就會調整呢個 iOS 嘅命名方式，就話會改用呢個嘅年份去命名啊。例如而家叫 iOS 18，下一代呢就會叫 iOS 19，但係呢預計呢就會改名為 iOS 26嘅，預計就會喺蘋果嘅全球開發者大會 WWDC 上面呢就公布呢個全新嘅命名方式啊。目前蘋果嘅作業系統已經發展咗幾樣嘢啦 ，iOS 18、watchOS 12、macOS 15同埋 visionOS 2等等嘅版本。蘋果嘅裝置系統咧更新將會一次過改晒呢個嘅命名嘅規矩啊，即係統一翻啦。包括係 iPadOS 26、macOS 26、watchOS 26、tvOS 26同 visionOS 26啊。咁冇咗呢個19，係咪唔想俾人話蘋果 iOS 19呢？咁就唔知啦。學埋當年南韓嗰個品牌呢，部 Note 7爆炸咗之後冇咗部 Note 9咯，唔知係咪咁樣解呢？大家都歡迎留言分享下嘅。跟住落嚟呢，就講下蘋果嘅 iPhone 相機啦。咁今次個消息就係話蘋果呢就喺度測試緊呢個嘅2億像素相機 sensor。根據微博爆料者嘅爆料啦，呢個嘅爆料者就同頭先呢個外置相機鏡頭爆料者一樣，數碼閒聊站就話蘋果正喺度測試緊2億像素嘅 sensor。而喺後繼嘅 comment 入面提到呢，當中可能用喺主鏡頭上面用嘅，即係後置嗰個。如果同翻4800萬像素相比呢，2億像素就可以提供更加大嘅後期裁剪嘅靈活性啊。所以理論上蘋果就可以喺平價 iPhone 上面呢，就慳翻一個2倍或者3倍嘅鏡頭。同時亦都可以提供可靠嘅短距變焦功能啊，又或者喺 Pro 系列嘅型號上面呢，就用呢個2億像素嘅 sensor 去彌補呢個同5倍變焦相機之間嘅差距啊。蘋果呢個舉動就可能係過多2年之後呢 iPhone 20週年嘅時候呢就推出嘅。唔知大家對蘋果呢個2億像素相機期唔期望呢？還是根本冇任何期望過蘋果啲嘢係咁大嘅更新呢？因為你啲蘋果近呢幾年呢都係擠牙膏擠到爆嘅。OK， 大家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而今集嘅內容呢就嚟到呢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都要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最後記得清理好啲花生碎啊！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
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